世界万象大，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这2天你一定咧关心到哪必合，但是新眼界带大家过来关心到习近平甲拜登到底是毋是可爱的元首人？敢是见面一切拢会来对抗，拢受伤？伊讲2025公台计划，我习近平我拢唔知影。台湾敢通哦免个武装，家己个变。咱今日好好来讨论。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中央研究院歐美所研究員林正義林老師，大家平安。第二位中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蔡英雄，新眼界觀眾朋友大家晚安。第三位原地大學 EMBA 教授高仁山，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平安，大家晚安。首先，讓觀眾朋友來了解到底這場 APEC 會對咱國有啥物影響？美國的總統拜登甲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兩個人佇舊金山來會談。會後，美國總統拜登開了記者會，大家攏真關心台灣的議題。拜登強調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這句聽起來聽真久，但是到底重要性在哪裡？也講會談有明確表達，希望北京唔通干預到台灣的選舉。美國資深的官員來表示，習近平嘛否認有外界風聲2027或者是2035年攻打台灣的計劃。I also stress the importance of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Taiwan Straits. We maintain the agreement that there is a one China policy, and that I'm not going to change that. That's not going to change. 美國總統拜登記者會，台灣變作關心的焦點。中國官媒指出，習近平要求美國停止武裝台灣，並明確表示無支持台獨。美國之音指出，資深官員講，習近平否認有2027也是2035年武力攻打台灣的計劃。拜登除了國際聲明一中的政策，也證實有佇會上要求北京尊重台灣大選。Well, I had that discussion with him too. Made it clear I didn't expect any interference, any at all, and we had that discussion as he was leaving. 拜登強調，無要改變台美現況。媒體記者也詢問是毋是信任習近平。拜登是講信任，啊毋過愛適時來回應。學者分析，比前幾屆拜登佇防衛台灣的議題明確的態度，這屆回應相對保守謹慎，可見有意要降低美中中的緊張情勢。溝通的管道要好較順，啊毋過美國對台的立場也是同款，並無改變。恢復軍事交流，保持溝通，我覺得這是一個美中關係裡面比較相對正面的訊號。但我也不認為在美中關係改善、慢慢的改善狀況之下，台灣的議題會有被犧牲或是被減損。對於拜登總統再次利用與中國領導人會晤的場合，公開表達美國對維持台海和平穩定的堅定立場，外交部表示肯定與歡迎。外交部感謝美國支持台海和平，啊毋過這個時陣強機也是持續繞台。國防部公布有查到強機10台、強艦5隻，持續佇台海周邊活動，其中有4隻強機要飛入咱西南空域。國軍運用任務機甲軍艦環地飛彈系統，嚴密地監控甲處理。記者綜合報道。咱大家看到這個新聞當中，你看到一個真重要的信息，就是講維持台海和平無變化，但是咱來看這細節。你看到吼，習近平講台灣問題是上重要、上敏感的，但嘛拜登甲回答講 One China Policy 一個中國的政策無改變，歷來的政府攏一致。我反對任何一方面片面改變現狀，期待兩岸分歧以和平方式來解決，唔通相拍。但是咱來看習近平安怎講，伊講。2027、2035公台計劃根本就無安尼計劃，無人可以講過這種計劃。這是咱頭一擺所看到的吼。
但是你要看这下面一句哦，和平固然好，但是在某一时刻，中方必须调到总体解决问题。这个哦，你要注意，中国共产党这讲话艺术哦，要特别来解读哦。我们先请哦，正义老师来跟咱讲，伊这总体解决问题是什么意思？就是讲，这个要统一，这个是总体，吼。哦。啊，这个会当看这个时局的变化。啊。时局虽然讲有变化，啊，但是这个原则原来袂使来脱改变，吼。所以是总体就是讲，当然讲，即马就是经济发展、经济问题，这对中国较重要，较重要，吼。啊，但是对台湾，原来是共款军事的压力，吼。而且这个习近平过去有讲过啊，吼，伊这个2015啊，2015年，伊去到这个美国的白宫，伊特别对全世界来讲，绝对袂以这南海啊来军事化，这个中国所占领一寡这个岛礁啊，但是咱知影就是讲落尾啊，完全拢是这个人工岛礁，讲话拢无准绳啊。对啊，所以就是讲，对美国来讲，还是对台湾来讲啊，吼，习近平伊讲的话，当然是咱会当爱看，吼，谨慎。原来爱有做准备，袂使完全都相信，因为这个毋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吼，毋是一个有这个定期选举出来的国家的领导人，所以习近平这届虽然有足侪问题啊，吼，但是咱看起就是讲，这个香港这个特殊，而且差无法度去，但是伊有足需要去到这个美国来访问，甲这个拜登。以这个加州来交往会，所以其实伊家是带着伊家己本身，伊本身就带病啊啦，要紧来求助，或者咱要讲求助啦，要来寻求解决的方案。但是对着台湾的代志，咱听到是感觉，你头一摆讲无公台的计划哦，敢是有影？所以老师的意思是讲，应该谨慎来观察。但是我看伊飞行机佫飞来飞去啊。所以唔知爱相信啊，无相信。蔡老师，你感觉呢？是，美国一直咧讲吼，比如讲有一寡迄个国防部的官员，也是太平洋舰队的对迄个首领啊，军事的将领啊，伊有讲就讲2007年的意思是讲中国有能力来两车的定律，无代表讲伊就是决定要伫2027年。这个意思毋是讲2027还是2035，因为伊若是有能力的话，咱足惊讲伊这是独裁国家嘛。伊一个人决定讲好，无咱来甲处理看卖。所以咱惊是安尼啦，因为这有两个部分，一个是能力，一个是伊到底安怎决定的。所以蔡老师，我会当听你的话，意思是讲，对啦，我2027、2035我无公台计，但是我无甲你讲，我可能明仔我就背这个。无人机就甲你收下咧。对，无伊过去世界对台的军事演习是咧变啥个梦？伊就是咧意识即个伊要攻台即个当然伊一方面是要吓惊你台湾人第二方面就是讲你台湾交美国伤好啦，这嘛是独立啦。对伊来讲啥物拢独立啦，就只要无交伊统一就是独立啊。但是伊拢讲无阮来杀和平统一，但是这台湾都无市场啊。伊只嘛讲，但是我袂放弃武力统一，所以这个物件就是讲伊拢讲拢有一个条件啦，你袂使听头前的部分。我要调着总体解决问题来迈进。对，因为这是对于国内的人来讲，对，伊无放弃台湾，要继续来处理台湾。你讲伊的放上头是对国内安尼讲？当然啦，因为一定要讲，因为这经济当咧歹嘛，生活当咧凄惨嘛，你这台湾的问题就是爱加调的啊，讲一定要讲啊种硬啊，但是人问讲2027还是2035，我是感觉讲这是一个时间，但是对咱来讲，不管当时，咱要准备好啦。美国嘛甲你讲，你要准备好哦，你若准备好，我嘛会甲你斗但是小等我会过来请教各位啊，就是讲，你反对台独，无支持台独，毋是反对台独，你无支持台独，你要提出行动啊，你毋通继续来武装台湾啊，我
到目前为止，我无看到拜登对这要求有啥物回应吼。所以咱来请三位来讲，我要先请教着郭老师吼。这个 APEC 毕竟吼是毋那是因两个人啊，啊台湾在这个角色虽然讲人伊有讲啦吼，讲着啦，但是我有完全全盘甲听吼，因咧放送，差不多2点外钟咧放送，啊中间有小啊，就今仔早起啊，搁咧放送因哦，迄一道讲130万，对啊，吼，真侪生意人咧食。到底这个 APEC 这性质对咱国、对咱台湾来讲，意义有重大也无重大？乃至到讲，你参与着遮侪摆，你认为这摆咱有得到应得的这个地位无？这就爱讲咱所预期的吼，这咱的地位是啥物？是以咱即个参与的吼 Chinese Taipei 吼中华台北即个名的参与。吼，也是咱应该是当作吼，就是完全的一个会员啦，吼，即个中华台北挂号台湾嘛，吼，但是台湾即个名拢袂讲提出来讲嘛，吼，啊，你 APEC 内底除了吼，咱讲21个经济体内底吼，除了美国啊加中国吼，即大经济体以外。其他差不多20外个，超20个经济体拢是19个经济体拢是中小型的经济体嘛，吼，包括日本在内，日本即马伊嘛无啥要发声嘛，吼，所以咱咧看来讲，咱的参与吼，因为 APEC 吼就是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吼，经济合作会议，所以伊重点是你经济合作。经济合作，但是呢，你这个经济合作，大家谈的这个过程之中，伊甲 WTO 是无共款的哦。APEC 所谈出来物啊吼，伊是共识，但是吼无强制你一定爱执行啦。吼但是对咱台湾来讲的话，咱一向拢甲 APEC 是选咱台湾吼唯一有参与的正式的国际组织。吼，所以政府吼，咱中华民国政府对这个是看了。真重要，吼，真重要。所以每一遍吼，咱去这个 APEC 去参与的时阵吼，所有的部会吼，因为咱即马所看是迄个领导人会议啦，吼，进前阁有迄个部长会议啊，部长会议进前阁有资深的官员会议，资深的官员会议阁进前吼，有迄个各工作小组的会议。哦所以所有的这议题都是安尼一言一直去哩，一直去哩。咱台湾你遮参与的内底过程之间吼，我是感觉讲，这过去这10多年来吼，对于这 APEC 内底所有会员国，咱台湾吼用力足深的，尤其咱过去咱有听过新南向的这政策嘛。其实新南向的这个政策嘛，是为咱参与 APEC 这会议内底所谈出来，再来发想，再来甲形成一个政策，咱来执行。所以对咱来讲的话，伊是足重要。咱有小而且嘛有实际上的意义。对，伊有小可，就是这实际上意义，咱会使在内底运作，会使在咱运作。譬如讲，咱若是讲你 WTO 嘛是来共款 ，WTO 就大但是咱无法这力量会使运作，但是你 APEC 内底吼，即个咱讲内底会员国少啦，会员国少内底嘛真侪咱讲like-minded 的就是迄个理念相同、志同道合的这个国家你内底所以咱有时你透过参与的这个会议的时间伊用讲 sideline 边仔搁开一个会议。咱就是变讲，咱甲其他国家的官员揪出来，咱来谈，看谈什么议题，譬如讲，我所参与过就进前，阮就来推动，就是讲甲菲律宾重新来谈这个投资保护的协议啦。这就是咱伊无可能讲用伊的国家的名义邀请咱去因国家开会，但是咱嘛无法度咱就是
就遐去开 APEC 的会议的这个时间点，咱两边先讲好，啊，阮可能要讲这，啊，恁遐讲迄安尼刚好，好的时阵，吼，就是阮这个幕僚来做这基础的这个工作，啊，做完以后，通知因遐工作内部的工作小组，啊，咱大家来。所以这项工作在这摆 APEC 还搁咧继续进行哦。所有的，我感觉所有的 APEC 拢有咱讲这个多边的会议的进行。所以我搁问一下吼，那张忠谋啊去是算大神翁啊，当咩赢的，还是讲有实际是象征作用，还是讲有实际的这个影响来会当来主导啥物物件？一般中中无去的时阵吼，就已经是领导人会议啊，拢是每年的11月办。但是呢，11月办完以后就无会议啊，几乎就无会议啊。所以进前所有的 APEC 会议拢已经敲好啊，已经讲好啊。讲到最后才互这领导人去做一个sign印的动作安尼。但是这摆我感觉就是说美中的这个白色的会议内底。伊4点钟久内底应该有谈足侪这有关这协议的意向啦，协议的意向，所以对因来讲的话真重要。另外就是讲，你 APEC 内底阁有一个叫做个，咱讲 ABAC 啦，就是互迄个商务人士参与的，商务人士参与的。因为毕竟 APEC 是以经济为主的，所以商务这块袂使无。所以你再看讲，伊即摆就是拜习会完以后的这暗顿晚餐，你讲一道百几万，一个人4万块，一个人食一顿4万块美金，这真济。我特别这个各检查讲，一道8个人，你爱买一道140万台票是会当去。你会当找一个人去坐主导，甲习近平啊翕相啦，安尼讲后这美国的这个，所以我问这个林老师吼，老师你甲看，伊还佫讲我会当恢复这个高层的军事对话，所以种种的迹象甲看起来，迹象来看起来，这是和解的这个开始吗？咱看起这个暗顿啊，哈。这个暗顿是美国的2个智库啊，唔是美国的政府去办，唔是政府去办，收钱嘛。所以咱就知影就讲这个美国的内底本身有一寡人，是不管是企业，还是一寡这个2方面，爱有较济做生意的，因拢有这种看法，就是讲一定爱甲中国有一个好。交往胖大牌啦，因为这个中国伤过大，这市场哇足大，所以就是讲，最重要就是讲，对拜登来讲啊，伊若无妥协本地习近平是要大声甲这个商界人士大声来见面，然后较要来甲这个拜登这个交往会，咱个看见这个6月，这个布林肯。去到北京，本地北京的要求就是讲，你这个商务部长啊、财政部长啊，带进去啊，带进去嘿。但是这个拜登都无照这个中国的建议啊，所以就是讲，阮也是有守着伊家己的原则啊，但是咱爱注意就是讲，美国本身内底，虽然讲过去。为川普以来到这个拜登，大部分都是对中国有强硬、强硬的一寡立场。怎么慢慢，因为有一寡要甲中国佮重新来交往的一寡的胖大牌，对啊，所以这个可能原来是对美国的政府有点影响啊。但是咱就看到就讲对拜登来讲，这中国这中国加这个。一寡要求啊，有哪爱考虑比如讲，即届以这个见面的所在，这个见面的所在，伊的所在啊，以这个是足趣味一个叫做费罗里 ，FI 啊，就是讲 fight， 就是讲为着公正来斗争，
就是爱你的同胞啊，这个你就是讲你爱有一个好的生活，所以中国的要求就是讲唔通甲这个APEC 这个会场上过近啊，所以就另外个去一个较远一个所在哦，就是讲这个美国甲中国两个都是大的国家吼，就是拜登阮有足侪压力，国会压力对伊来讲有足侪哦，政府的内部有那加减有寡压力，要竞选，对，明年佮要竞选，所以伊就希望讲是毋是即中国甲美国这关系较稳定啊？哦，可以会当较侪时间来处理这乌克兰，来处理这个以色列甲巴勒斯坦，佮伊的选举一寡的政情。所以到底会答应讲好，我就卖继续武装台湾。这个是无可能的代志啊，无可能的代志。因为这个中国飞机吼、战机啊，继续去飞啊。伊即届即拜登有特别讲过啊，讲你这中国以这个台湾海峡本身。甲即台湾海峡附近，你一个军事行动啊，这种是迫害性的，是对这个中国甲对台湾都是无益处的。所以伊阮也有讲到，就是讲伊有讲过世界嘛，对台湾即马唔惊提供武器予台湾，即马佫进一步就是讲，你台湾你的国防预算无够，不要紧，最近这几个月。拢都有5亿美金，就是讲美国的总统用伊家己的权力，来完全是无条件来互台湾，互较济武器弹药飞弹，以这台湾本身来储存。所以中国讲敢若咧讲啦吼，但是老师你敢会同意讲，这个中国咧讲甲讲，美国的政策会讲出来对个？以前战略模糊，即马改到战略清晰，搁改转来战略模糊，敢会？其实是安尼吼，因为就是讲，头到你迄个林研究员咧讲的吼，就是这帮人啦吼，这帮人是啥物？胖大牌，嘿，就是拢加州的州长副国务卿，佐利克伊去中国，吼，伊就是去揽这个行鸟啦吼，台湾话讲做行鸟啦，胖大，所以。这个美国的这个国会议员吼，一个是美中委员竞争委员会这个主席，伊就讲讲，那是啊一届去参加这食饭4万美金，吼，这小爱提出来，大家讲个清楚，吼，而且伊个批评拜登讲吼，你即摆拢讲吼中国经济歹，吼，咱美国会当甲斗相共，伊就因为吼伊经济歹，伊就无时间吼，也是无遐尼像过去遐尼压吧，结果拄倒病啦。因为伊针对台湾吼，就15号照你讲伊去美国嘛，是毋是军机是毋是减飞几只？伊嘛无呢，嘛是吼8只10只一直嘿所以你感觉讲你拜登这个做法吼，国会就讲你安尼吼，你就是放软吼，你就是吼，意思就是讲，迄油门爱吹咧，结果你就是无爱打油门啊，你放死囡仔摕啊。你为着你的选举，但是问题是，足侪问题拢无解决来。伊迄个西藏新疆迄个所在的人，迄受着艰苦咧，你若拢无讲着些。而且伊即届咧讲的就是讲即个鸦片、即个模灰即个代志啊。吼，就是讲美国因为中国的工厂进口遮侪鸦片的物件，结果产生美国有10万个人翘去啊。所以伊美国的国会的议员就讲，这件代志足重要，但是这届有可能这个部分有达成协议啦。咱看咧内面有讲着，有讲着。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讲吼，就是讲会当讲的，因一定会超好啦。但是就是讲对着军售迄个台湾，迄无法度，迄个写伫台湾关系法啦。吼，包括就是讲过去瑞金总统的迄个6项的保证，要足清楚的啊。就是讲你若拢无和平的手段，我是无可能对台湾减少这个军售啦。所以讲这件代志，就是大家伫遐算讲放刁啦，讲话无可能台湾会当接受伊的要求啦。所以咱就这个会议看起来，初步看起来结论来看，美中关系虽然开始敢若看起来有小可改变，但是也阁爱继续观察啦，无遐紧啦吼。但是我要来问高老师吼，到底中国即摆的经济是歹甲就偌歹甲伊安尼愿意放软，阁要？飞去进前，佫甲你买美国的大豆，佫甲你讲甲呢，好声好势，到底是外歹的情谊要来救伊，
啊，那至到讲，像头仔蔡老师讲，那你中国这歹，你应该是你来求我，是安怎拜登啊，佫有即个需求讲，好啦，我甲你讲的。这内底有两件代志吼，就是美国要求伊中国，中国嘛要求伊美国。为啥会讲美国要求伊中国咧？前几工美国迄个债款吼，叫降迄个信用评定嘛，吼为迄个吹破 A 吼，甲甲看讲伊未来是有够了然，有够了然。哦，第三间甲降评定嘛吼。这代表啥？代表讲你美国的这个吼，就是这个咱讲吼，政府的财政纪律无好吼，所以美国讲伊政府强要关起来嘛，有无？欠啥？欠钱。啊，你来看讲世界上吼，美国的上大的债主是啥？中国嘛，吼，所以你来看讲吼，美国是安怎讲吼？虽然伊基债吼遮悬。啊，伊阁过会去，因为咧，伊熬掉头寸啊，熬掉头寸啊。吼，安怎讲咧？伊会使讲吼，当初咱讲迄个金融危机的时阵，中国有一摆吼，就是美国金融危机，美国吼，中国甲美国买债款，买债款啊，就现金会使拍出去嘛，是毋是？所以你来看哦。即摆有可能美国吼要求伊中国吼来解除美国的这财政危机啦，吼啊另外咧，这是一个问题吼，有可能是安尼，吼所以再派吼叶伦财政部长去，财政部长话，这 APEC 完以后，明年阁要去一摆，吼伊已经讲啊，吼所以我认为有即个可能性啦，阮分析起来有即个可能性。啊，倒来讲第二个问题，就是讲中国要求伊美国，吼，中国要求伊美国是要求伊啥？要求是希望讲，吼，就是美国会使对这个科技的这个威望会使放较灵的，吼，威望放较灵的，因为中国内底经济吼真歹，这大家拢知吼。所以老师，你判断伊敢会美国敢会较放较灵？伊即个法案才拄啊过尔啦，这法案拄啊开始执行啦。上少你讲要放较灵嘛，要看到明年后年去啦。但是我认为吼，你即个吼主要伊即马内底你限制拢是高端的即个晶片，啊甲迄个人工智慧 AI 吼内底，所以伊即摆你讲的内底就讲希望讲两国会使卖甲 AI 用咧军事用途啦。哦，这是内底一个。要解决 AI 系统风险，就是卖用咧军事用途啦，用咧军事用途啊，大家后摆拢免人打仗啊，你用无人机啊内底派人工智慧出去射，就甲你国家拍个成本嘛，无啥成本嘛。吼啊，所以你拄仔问我讲，重点是中国经济敢遮歹？对，中国经济遮歹，因为呢，伊已经2季啊吼。迄个出口负成长。照你讲，因为这季来讲啊是旺季，传统的旺季。因为讲，美国西方拢是圣诞节要到啊嘛，圣诞节啊甲迄个 Thanksgiving 嘛，所以这为9月到12月这段是西方国家大采买的这时机啊，啊到迄个光棍节嘛，一个光棍节嘛。结果呢，中国反正你这岛内底伊表现足差，出口足歹，这表示啥？表示这产业链经济路已经扭出去啊嘛。要该救的越南的救的越南，该救的印度的救的印度，救的泰国的泰国。早拢创造出去啊，佫要叫回来无可能。对啊，吼，所以这是有一个原因，就希望讲，吼，中国希望讲会使吼，请美国遮会使放较软的。哦，但是我感觉这有风险嘛，因为即马世界上大的电动车的出产车是倒一个？是中国嘞。哦，所以吼，即我来回头来请教林老师，内面讲着讲，双方的军事高层要恢复军事交流甲对话，这到底是啥物意义？因为吼，这种什么会议啦、什么这高峰会，咱听了真济吼。啊，咱的观众朋友有诶是头一摆来参与到这个话题，你甲咱描述一下，讲这种物件到底是场面的话，
还是讲有影才通讲的实际有意义的？要安怎来解读这句话？咱看过去这档啊，吼，这个美国国防部有一个影片，吼，加足个相片，就是讲中国的军机啊，正接近美国的一寡侦察机，唔惊美国对加拿大、对澳洲，吼，唔惊是跟监，而且个拍这个拍这李薄片啊，吼，来交料啊，吼，所以对美国来讲，就是讲这个是足危险，这个是军事意外，有足大的可能性，吼。过去差不多为克林顿开始啊，吼，有这个军舰甲军舰，吼，这个海上这个磋商的协议，吼，这个原来是足一档，吼，搁有这个美国的国防部甲中国的国防部一寡这个国防政策的磋商啊，吼，这个东西较加赞。但是工作阶层层级哦，美国的国防部长，伊是足希望啊，会当甲这中国唔惊国防部长，甲这个中共这军事委员会哦的主席还是副主席，会当定期来开通这个热线哦，就是讲有啥物代志，会当随举去电话来沟通啊，吼，所以就即个就是讲一寡较基层的。这个工作阶层呢，的对话都要开始哦。更重要的是讲，这个是去年8月，这个佩洛西到台湾来，这个中国对美国有8项的一寡这个项目啊，当冻结还是暂停啦。咱即个看到讲，这个高峰会，会再来讲就是讲完全恢复这个去年8月，这个佩洛西到台湾以来，中国对美国一寡冻结。加取消的项目啊，所以对安尼来讲，原来是一个原来是好的发展啦，吼。但是咱原来知影来讲，这中国有家己的想法啦，吼。这想法就是讲，我是朝着总体目标前进，就是讲虽然讲是安尼，但是必要的时阵嘛，原来可以当冻结还是取消，哦，还是讲你打电话来，我第一个接，搁来，我就知影讲你用于什么。你按那打电话，伊就完全都不来接。所以这到底伊是会要安怎讲？这个政权到底是应该安尼回过头，讲美国人是伤过天真，还是讲美国人是照步照聘照行？若至到讲想要你阁无爱照聘照行，我就用我家己的方式来处理。美国甲中国啊，完全是无共款。虽然讲这个拜登甲习近平。因真正是过去有足侪接触的交集。这个拜登捌讲过，伊甲习近平做伙飞过17000英里啊，为北京到成都，为洛杉矶到华盛顿，当时以这2011甲2012年，但是咱知影来讲，这个对美国来讲，虽然讲是拜登一个外交啊，伊外交委员会参议员嘛，但是就是讲，伊到即马也阁毋捌去过中国大陆做总统以后，即届是习近平第一届去美国，所以对美国甲中国，美国表面上啊，大家咱要讲是美国会叫中国讲咱来见面啦，其实并毋是安尼，就像他高老师讲，就是即中国呢，足需要甲美国会当来高层的对话。虽然讲是有足大的困难，但是这个习近平原来共款去到这个加州，对中国来讲，最重要的是讲，这个地方啊，乡村包围城市啊，虽然讲这个歌展，虽然讲是即届有恢复无毋对啊，但是因为足重视这个加州还是其他一寡这农业州，原来是重视，比如讲这波音，即届就讲111架西南航空，因为商业这个地方这寡青年学术会当文化，所以这对美国来讲啊，这是中国一寡的统战啊，尤其是这地方啊，但是这中国就是讲较中国人的想法啦，毋是这么单纯啦，就是讲伊有法度用伊的方法。是美国人叫骗啊久啊，敢会佫继续会来相信这，还是讲罔做看卖？
美国人阮也是有一个检讨啊，所以拜登起来就是讲吼，你莫去改变中国啊，中国无可能互你改变。互你改变，已经知影，已经知影，就是讲吼，虽然讲中国是安尼，但是阮也是认为讲，我爱需要甲你讲话，因为你其他人都无甲即个中国来讲话，无甲即习近平来接触，你都毋知讲即习近平到底伊的想法是啥物。哦，所以也是用英语来讲，就 dancing with wolf 安尼啦吼。但是我同款问题要来请教蔡老师，伊咧讲军事交流也好，但是要来正常，到底习近平的态度敢有改变，有放软？除了有经济需求，伊无得讲我经济需求是需求，但是我其他的物件我完全无要改变，还是讲？伊嘛有讲我讲，我也是爱好好来遵照着即个世界的即个规则来行。其实是安尼，就是讲哦，过去因拢无爱交美国讲吼，因有一个讲法就是讲，我若交你讲吼，那是我交你超了白单，我承认你的权利啊。啥物意思？因为美军拢会飞伫中国的较近的海岸嘛，中国拢讲你若会飞遮近，吼，但美国讲无啊，国际法规定就是讲领海12海里以外。我就是会当无害的通过啊，吼但是中国讲无，你这就是这种我的南海，这阮家己的湖啦，吼你袂使直接飞，吼，所以因两个看法拢无共，但是中国这个因的策略拢是安尼啊，你要先接受这，来，以后莫卖互台湾武器，吼你先接受这，吼原则先接受，咱再来讲细节。美国毋是，美国是讲，咱先来讲这个细节，会当讲的先讲。系啊，吼过去就是讲去互骗过来，介多迄个。林教授讲到，就是讲2016年，伊当奥巴马面讲要啦，绝对袂军事化南海的岛屿，结果当伊随变反口径，吼，所以伊讲的话拢空嘴无子啊。但是美国人即摆足清楚来讲，你的行动是啥物？我干那要看你做啥啦？你用讲的迄吼，我袂相信啦，因为美国人讲，我就算相信你的物件，我嘛爱搁来验证，讲这到底是毋是你的真正的意思？所以我讲吼，伊包括这。台湾的问题，我即届去美国开会啦吼，美国学者就大概拢会讨论嘛。我就感觉讲吼，因即摆就是伊毋是咧感觉，遐咱行鸟遐个人毋是主流啊，主流就是讲吼，喺台湾吼，即个问题已经国际化，吼台湾嘛交美国的利益三甲做伙啊，吼所以讲咱台湾就是有当时来讲爱缀互调度啦，吼无你若交中国伤好啊，因为美国正交中国就是两个当咧买菜嘛，吼两个当咧。袂拄好的时阵吼，你缀唔对呀？你以后你是要安怎去处理呢？你阁承认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有一帮人就是咧讲这啊。美国人就听着哈，你是伊的一部分哦。以后你若去互杀去，阮是无插伊啊哦，因为你咧讲你的一部分嘛。所以像咱台湾一直要国际化，就是无爱台湾去互中国摕去啊。所以美国人对这个代志伊嘛袂放软，你放心。因为因知影讲中国大众的，但是美国人嘛大众的啊。这吼，是啊，老师讲的这段话，互我想起哦，2018年吼，因的国务院吼，甲这个网站顶头吼，写着 acknowledging the Chinese position that 就讲着这段话，甲 do not support Taiwanese independence， 这话甲摕起来，唔知即摆佫有坑转去无吼？咱小等来看，但是咱啊，小等要来请柯教授哦，咱看一下这个新闻片哦，讲到这个 APEC 内面哦，到底经济物件，咱台湾是啥物重要吼？因为进行着这 APEC 双部长的会议哦，咱国派着行政院的这个政务委员哦，这个郑振中啊，甲这个国发会这个主委哦，龚明鑫吼，去代表出席。郑振中哦，甲这个美国的贸易代表吼，甲地基啊，进行了会谈。讲到这吼，这大家讲到这个解呢，到底这个21世纪台美贸易倡议，这到底是啥物？咱先来看这个新闻段。APEC 商部长会议，咱台湾由行政院政务委员郑振中甲国发会主委景明鑫代表来参加。毋但含坐伫边仔泰国、新加坡代表握手互动真热情，美国 APEC 资深官员莫瑞阁特别到郑振中的边仔来受招问。因为即届主办方美国由国务卿布林肯甲贸易代表戴奇来主持，咱台湾嘛有把握机会进行台美双边会谈。我是有跟这个
美方的这个国务院次卿，这个费兰德兹，有进行了双边的这个对话，他也有提到的这个避免双重课税，等等的一些情况都还算顺利。我跟戴琪都非常满意了，我们今年内真的让台湾跟美国在经贸关系上有非常重大的进展。第二阶段，我们都同意，我们应该各自回去鼓励我们的谈判人员继续持续他们的工作，那尽快的就内容达成协议。郑振中表示，甲戴琪交流的时阵，互相拢对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目前的进度拢真满意，嘛希望会当赶紧继续来推动。另外，因为 APEC 会员国内底有真侪拢是 CPTPP 的会员国，郑振中嘛趁会议的空窗有晚宴的时阵来表达台湾入会意愿。我没有放弃任何机会来争取台湾的这个参加 CPTPP， 并不是单独不处理哪一个国家，而是现在它的重点是在把英国的这个入会程序完成。另外，景平兴嘛表示，家己晚宴的时阵，甲美国情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坐共桌，感受到美国用心的安排。佩洛西前议长有来参加就安排在我那一桌，我自己觉得蛮高兴的。那有跟他有一些互动，他好像非常忙，跟这个戴琪一直谈。一直到 APEC 商部长会议结束，咱台湾的代表拢真积极来和各国的代表互动，不过甲中国迄边有关系无交流。记者叶派选吴家宝美国采访报道。咱透过这个新闻大第一，这到底21世纪贸易倡议咱也讲过还有关于庙会一下记忆郭老师。是，我先甲台美21世纪，我先莫讲，我拄啊新闻大讲一个讲咱台湾甲足侪国家拢足热络的咧交流其实我过去咧观察过我参加的这个会议内底其实咱台湾足主动的其实真侪包含新加坡、泰国、越南这些国家，包含美国、加拿大这些国家，甲咱拢足好的咱就定咧接触。唯一咧，中国拢去孤立起来。过去差不多10多年拢爱，伊就无啥爱甲人讲话伊就讲，伊就开完一群人咯，呼踏毋知去带这是一个足奇妙的一个所在啦。另外我讲罗西亚嘛是你 APEC 内底所以罗西亚照你讲，你这站的 APEC 会议应该有啥物？戏会使搬啦，但是拢消音起来，所以我感觉对啊，咱敢若无看到伊呢，太奇怪，因为有战争美国做场的时阵，伊会使照这 APEC 场来，你普丁会使来嘛，咱就小讲。不得甲两伊普丁就随去用人权啦，先掠起来。这嘛是有这个可能，咱等来讲台美21世纪的这个协议啦，这为咱今年年初我来上节目的时阵，就已经讲这今年应该是真侪真侪这协议说就是先迄个浅水区的啦简单的咱就先甲拢甲谈好差不多在5成6成先就是会使先签，所以当初的这个设定啦是讲这个你美国的 APEC 的时阵咱来签。台湾甲美国来先签这个协议啦。本来是设定讲今年年底即阵是要来签。对，本来先来签这协议啦。即马新闻还未出来，咱袂使讲无要签，咱袂使安尼讲，有可能你谈甲这个 APEC 会议完进前然后这个双边的会议这个公主委甲定政中因定代表因会使留落来继续。甲这你谈的事，这代志甲谈好完然后签因为我认为讲美国政府袂遮白目啦就是伊即马是甲强，对啊，伊袂讲习近平你遐的时阵，我随甲台湾签一个现场人就变面啊嘛，是毋是所以应该是等这习近平可能转去但是这个重要性，敢会重要到讲习近平甲你冰岛讲袂使，你袂使签，敢会？你爱来想若是签协议这个主体是主体的国家对国家，再来签协议你若
当习近平的这个面孔，来我美国甲台湾来签一个台美21世纪的这经济协议的时阵，啊咪随甲拔一个这喙皮啊，就啪一个遮大声，哦，所以我认为啦吼，台美21世纪吼，对咱台湾是一个足重要的一个协议，因为安怎讲呢？所有咱过去吼，要甲人签 FTA 啦，要甲人签经济合作啦，拢足困难，因为啊，中国反对，吼，所以呢，咱也有使讲吼，台湾甲美国有签这吼以后啊，咱对其他国家会使讲，你看我甲美国就已经签啊，吼，有啥物袂使？吼，啊，甲这 TPP， 其实这两件代志足相像的吼，台美21世纪甲 CPTPP 内底这协议，吼，其实拢内容差不多，内容差不多啊，差不多8、9不离十啦。哦，啊，所以拢差不多共款嘛。啊，你若甲美国已经谈这吼，咱伊就讲高规格的经济协议，这个高规格的经济协议，内底有啥无谈，干那关税无讲，关税嘛无啥需要讲啦。哦，因为台湾甲美国本身就无啥有这关税的这问题嘛，嘿，好啊，这来会使谈过 CPTPP， 照你来讲的话，吼，会使加速，咱若是甲美国谈好台美21世纪的 CPTPP， 就应该会使加速。所以总讲一句 ，APEC 对咱国来讲，除了这个台美、这个美中关系之外，对台湾本身呢就有意义啊。但是转来咱讲吼，咱看到这个。习近平其实伊这出国的进程哦，咱甲看伊这国内吼，伊电视台咧放送啦，写的文章啦，拢无咧开始咧无开始无咧骂即个美国人啊呢。伊这是咧破坏啥物？就是头仔一开始我拄着老师讲的，就是讲伊是毋是拢破甲差不多啊，才互即个老大的来出现，啊，才来欢喜来收煞。啊是想要出口转内销，还是讲加减有哪得着1-2分，啊，就是1-2分，罔扣安尼。咱看去这个《人民日报》啊，甲这新华社哈，伊这个标题啊，标题都慢慢这个较乱掉啊，哈，放嫩啊，哈。但是伊这个内容内底，有哪有讲到美国，哦，批评美国的意思啊，哈。对。就是讲，这个对中国来讲吼，伊这段时间伊有需要，真正是有需要甲美国。你看，这个习近平今年的3月去到这个莫斯科，甲这个普丁，啊，11月会当甲这个拜登，哦，这个国家的元首，伊今年都拢出国3届啊，这个莫斯科、南非，吼，啊，甲这届这旧金山美国，吼，所以对。中国国内来讲，就是讲过去拢是批评美国嘛，讲美国是对中国吼这个围堵啦，吼孤立啊，吼有足侪即个做足侪无好的代志，吼但是即马要去到美国，你袂当阁像过去共款，全部拢批评即个美国，因为习近平知影，伊对伊介重要，是甲美国的关系。甲美国的关系无处理好势，美国对唔惊美国尔，美国会甲日本，美国会甲韩国，美国会甲即个欧洲联盟啊，美国会甲澳洲、甲菲律宾，全部都结合起来，来即个对即个中国来反制啊。所以就是讲，对习近平国内有即经济问题，佮有政治即个外交啊。外交并唔是讲足顺利啦，顶袂开。就你看伊即个乌克兰甲即个中东，伊真正是无法度扮演足强势一个领导来主导即个调停、即个和平的工作。因为咱知影来讲，伊支持伊个国家，虽然佢数目足济啊，但是都无法度会出钱出来，无法度来出力，来协助即个中国，即习近平。你看即个。一带一路的高峰会，即个中国有足济经费，以这一带一路的高峰会，拢无做着。但是对美国来讲，美国唔惊美国啊，伊有欧洲联盟，有日本，大家都会当来合作即个美国，来对这中国有一个反制啊，所以就是讲，伊安讲继续的
霸凌，唔惊霸凌台湾哦，霸凌这个菲律宾哦，以及南海哦，啊，定定入去这个钓鱼台这附近，较早是日本来赶这中国的迄渔船啊，即卖是中国来赶这日本的渔船哦，所以就是讲对中国来讲，伊安那互这个国际的形象变得较好，唔惊甲俄罗斯、罗西亚，唔惊甲这个伊朗，唔惊甲这个北韩，吼，因那有需要，伊有需要美国的资金，吼，这美国的资金是足重要。咱知影来讲，过去经济一寡困难，足济这个美国的投资，还是美国的企业，吼，离开这个中国，这个对中国的发展，拢是足不利一个一个。但老师，你的观察是因有所降误？我是认为讲，习近平有所觉悟啊，有所降误啊。蔡老师，你认为咧？其实吼，即届中国吼又惊一件代志，就讲吼，即伊的国家的主席去美国，是毋是去美国人甲洗面啊？是讲美国人有招待无酒的所在无？谁哪会知？过去布林肯去中国的时阵，伊的习近平要接伊的时阵，就是讲吼，坐伫说讲坐伫遮啦，啊伊坐伫遐啦。过去人伊的惯例拢是坐伫边仔嘛，伊毋是即个安尼啦。结果迄王毅去美国，人美国嘛是安尼对伊啊。啥物意思？中国咧处理外交，讲鸡仔长鸟仔大啦。啊，所以即届伊去，我有甲看，迄车驶到迄个饭店，因为见面的所在，遐一个红地毯，吼，啊，人美国的警卫啊，搁伫遐咧指挥落来，啊，逐个握手。其实我来讲啊，安尼有够啊啦。吼，伊嘛是甲你对待讲，你就是一个大国，吼，啊，你毋通伫遐逐家咧处理拢安尼，目睭足细蕊，啊，鼻啊足细支啊。咱甲骂吼，可能无啥物效果，但是问题是伊敢会开始改变。我对即个政权，我是来讲，咱都毋知。但是即马是安美国甲伊的迄个颔棍啊低调的，就是讲吼，这高阶的这个 AI 的晶片，这种袂使出口去中国，伊就是啥？因为我过去互你吼，你规个大油。分去运，你规个撇落来把它捧去啊！吼，你摕这个技术去发展啥？去发展军事啊，来威胁这个邻周边这个国家，包括台湾、日本吼，这个菲律宾。啊，美国讲，我哪会当互你继续落？所以伊甲低调咧啊！所以我感觉这以前会落冷的原因就是讲，啊，我若无甲美国纠正吼，我看伊安尼继续咧，我的经济是愈惨咧。吼，所以伊家己算盘特特啊，伊知影讲这无冷袂使。啊，但是嘛袂使伤软啦，你看伊讲话嘛做硬啦，吼啊，但是是安尼啦，当然佫做一套啊。过去就是安尼嘛，伫巴厘岛讲煞了，伊嘛是继续来，迄个卫星的气球甲你放去，有无？军机甲你飞足近的，吼抓形，吼安尼甲你落。我是他过去上迄个国务院吼，美国国务院迄即个英文网站顶头，即两句话还佫无囥转去啊。吼啊，即美国人可能态度对2018了后，甲即马。可能也无做文字上的改变。伊嘛反对讲台湾的地图是中国的一部分咯。美国嘛讲这袂使，你啥那个画迄个地图讲台湾是你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嘛是这件代志嘛是这样的。但是总体来讲，咱会当人讲哦，啊这习近平就讲我无公台计划，所以咱就免惊讲，马上就有国内政治人物哦，就讲咱就先要爱延长兵役，你规期变4个月就好啊，柯老师。我是安尼感觉啦吼，因为即个中国的领导人到底会使信任嘛，袂使信任，即个题目吼，其实我认为你国际即个外交圈啦吼，有足侪讨论啦吼。上主要是中国吼，伊无迄个 check and balance 吼，即马习近平伊无即个制衡的吼制衡的即个概念，吼，因为伊就敢若伊一个嘛吼，伊阁会使连任嘛，啊连任3届、连任4届，一直连任甲伊翘去为止安尼，对毋对？所有民主国家的你家看吼，所有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吼，伊就有迄任期的限制，吼，然后呢，伊有即个在野党会使甲迄个制衡。所以才袂讲吼一个国家的迄个决定甲政策安尼哇爆冲。哦，黑白咯，所以我认为讲吼，虽然吼，这中国共产党吼，即马托付就是习近平，伊安尼讲的话，但是呢，你一等去以后吼，另外一定有另外一套吼，中国共产党是
中共是绝对袂使信任啊！恁若会使信任，人讲哦，3月就会使食嘛，对不对？啊，无就像那你咱中国国民党会使为中国票伊献过来遮，献过来台湾，是不是？所以我感觉吼，这历史内底吼，已经是证明啦吼，证明咱台湾上了解中国，上了解中国共产党。对美国来讲的话，因是隔一言刷。老师，你讲咱台湾上了解中国共产党。咱应该说，咱受害上济，吼，咱受害上济。因为即马开始，我想要请30分钟，我请老师来讲者，就是讲即马开始有哪必合，伊敢会就算讲哪边若总有一日，伊若选调总统了后，对美国的态度、对中国的态度，敢会大转变，还是讲其实这是国际大势，无法度来改变？要改变都困难啦，吼，就是讲这个军事义气，为这个一当个要等过4个月，这个好友谊，就受到足大的挑战嘛，吼，所以这中国对台湾这个野心嘛，无可能改变。